早晨，今日5月15號。今朝落好大雨，落過雨之後呢，我出咗去行山，洗到啲落過雨，洗到啲路好乾淨，啲植物都洗得好乾淨，所有嘢都好清。真係空氣清新，雀仔嘅叫聲，蝴蝶四圍飛，蜻蜓蝴蝶。我就嚟夠4公里啦，到達目的地，夠啦，唔行咁多，好熱啊！又熱又翳，啲氣壓好低，好喘氣。不過唔緊要，就係有呢種喘，先可以帶動到嗰個心肺功能加速。我啲頭髮，睇下我啲頭髮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出咗一身汗，到達目的地，拉下筋，飲啖水，唞一息間，返轉頭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呢度有啲桂花好靚，好香。走啦！趁未落雨，快啲落山啦！嗰邊天黑晒啊，就嚟落大雨。每次呢行完呢落山嗰種心情都唔同啊，零舍開心，因為又出咗汗，又將身體裏邊食咗啲唔好嘅嘢排咗出嚟，從啲汗液嗰度排咗出嚟。所以心情零舍輕鬆，點些不同嘅。落山煮嘢食咯，又返去做美女廚房。又到咗今晚食乜餸嘅時間啦！嗱，我買咗啲豬骨，今晚就炆豬骨。
落少少酒就可以嘅啦。等陣點豉油食啊！滾咗之後呢，收細火，燜1個鐘就腍啦。咁個哇，燜咗1個鐘啦，好腍啊！可以開飯啦。開飯啦！呢啲就係我今晚嘅晚餐啦。蜜糖百香果水、白烚豬骨肉，有豉油點啊，有碟豆角，哇，非常之正啊！好味好味好味！開飯開飯！開飯啦！又香又甜。豬骨肉炆得好腍啊！好味。好味。又香又滑又辣。
拜。